趁老婆不在，给他个惊喜。老公怎么放这么多芥末呀？看来是给我准备的。啊？怎么还放这么多盐？他这是有多恨我呀？行，你给我等着。哎，老婆，现在吃玉米夹馍了。对呀、我辛辛苦苦给他做饭，他就这样对我。老婆，我筷子，你们看我筷子，没看见吗？你没看见吗？对啊，你们拿吧，我没拿吗？肯定没拿。我记得我拿了筷子。哎呀，完了！这可是你逼我的，既然你想玩，今天我就陪你好好玩玩。老婆，你怎么能喝汤啊？来喝汤，今天汤啊可好喝了，你看。好。哟，老公，这汤太烫了，我等会儿再喝。太烫了。我放凉了再喝啊。那行，我放凉再喝。行吧，就当这娘们儿再高兴一会儿。再喝汤呢？再喝汤。好了，马上开始了。老公，这汤怎么回事？怎么又辣又咸了？不应该呀！啊，给我尝尝。哎呀